哦，台南东山哦，北市寮，圣贤社区，还有浙城公园哦，正定公园哦，好用心哦，这把甘蔗正定哦，还炖甘蔗正定，看这里还有这个，还有鹅嘞，嘿嘿，还听到鹅的叫声，政府于1946年在台湾刚光复后，光复1945年10月25台湾光复，隔年5月1号在中华民国上海特别市成立，当时名为台湾糖业有限公司，将原由日本人经营的大日本台湾明治及盐水港4个制糖会社合并，大日本台湾明治及盐水港4个制糖会社合并，为经济部所属国营事业。民国41年到53年间，台湾的砂糖出口始终占外销品第1位呢。最高时曾占全部外汇收入的74%呢。超过一半呢，74%。每年为国家产制数亿美元价值之砂糖及副产品。缴纳为数可观之各种税捐。过去盛行种蔗年代，每年种蔗面积约10万公顷，与各糖厂订约之种蔗农户约13到15万户。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及扩大农村就业机会，对台湾农村经济发展贡献甚大。可惜到了公元2010年代的时候，台糖公司只剩下虎尾、南靖、善化3间蔗糖厂。盐水早在几年前呢收了盐水岸内的糖厂，在这个工具的机器而移到那个东南亚，可能是越南还是民国时期兴建的小港炼糖厂继续产糖，有3间蔗糖厂，还有民国时期兴建的高雄小港炼糖厂继续产糖，云林虎尾、嘉义南靖。嘉义水上南靖糖厂，善化台南善化，还有高雄小港，还有在产糖。在40-50年代时期，本村庄种植甘蔗面积达高峰，又值糖价不错所示，各个蔗农都赚了一笔可观的金额。种甘蔗赚钱，所以村庄的老旧房屋翻新整建不少的五合院。有钱人呢，五合院，这五合院吗？虽然现在有些拆除兴建洋楼，但是不难看出村庄的经济的确是从种蔗起飞，回忆蔗城文化，使我们这一群30年级生，30年级的，民国20几年，家父就1931年生的，民国20年出生的，有说不尽的趣闻。每逢学校放学回家途中，从校门口一出来，走在路上，用双脚将路面的土灰踢得满天飞，嘴里还一直嘟嘟火车来了。回到家书包一放，就往蔗城集合，有台车看谁推得快。蔗城这里就是有甘蔗的台糖车了有的比赛相撞，看谁的被弹回较远；走铁轨比赛平衡，看谁比较远。那种毫无拘束、尽情享乐、天真无邪的笑声，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意犹未尽啊！这曾真是我们小时候的儿童乐园啊，名副其实不为过。副班长的副这是配合的合的意思。为了纪念这历史的年代，我们别开生面的造了这所蔗城公园，来供居民在工作之余休憩赏心悦目的好地方，怀念过去，策立将来，同时更感谢林家五兄弟团结一心，将土地奉献5年期间给予社区使用。
景致上最诚挚的敬意，承蒙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台南分局核准补助经费建造，感恩资料来源：台湾糖业有限公司网站，台南市东山区圣贤社区发展协会景致，公元2015年10月31，今天2016年6月16号，还不久呢。